这一切都是我的业啊！我穷是因为我的业啊！我这辈子注定要穷当当了。法王，我这样理解对吗？我们所经受的一切皆因自己的业，业基于因果关系，也就是说业基于缘起。通常以因语谈论业时，以及我们不能选择目前的境况，因为这是自己的业。但业在梵语中仅仅意为行为，我们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行为，我们必须努力从做错的行为转变成做对的行为，一定要努力把坏习惯改成好习惯。当我们将佛法的知识付诸实践时，我们就是在选择自己的行为，选择善行。此外，我们必须把所学付诸实践，否则它仅仅是抽象的知识。以此方式改变自己的行为，我们最终会获得解脱和证悟。我所描述的过程展示了缘起的运作原理，是一系列的因果关系。增加佛法知识会导致做更多的佛法行为，这些会产生佛法行为的结果，即解脱和证悟。第42任萨迦赤金法王大宝金刚仁波切，摘自缘起相依。